今日祝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8月25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出来及记第2章11节到15节 A。罗马书12章33节到3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参加分享的主题是荣耀上帝。保罗捌教导讲，无论做什么，拢爱亲像为着上帝来做。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为着上帝来活。有真侪人，真侪基督徒做代志，总是用家己的角度、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坚持，然后呢，搁再将圣经的经文起来支持家己的论点。最近一位因为财务无法度交代清楚，去互中会来免职，失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资格的人，受到南部某一个教会真经常的邀请讲道，引起伫网络顶悬的这个论争啦吼。关于教会的处事，中总会对传道人的监督惩戒，还是讲为着私人的关系来表达犯错者对于这个犯错者的接纳。其实根本来讲，咱要问的是讲，安尼做法是毋是会当荣耀上帝，还是讲只是迄个互相疏散的利益？出来及记第2章11节到15节 A， 咱看到一位受到埃及公主领养，只要伊点点莫讲话吼，伊就会当享受到一世人荣华富贵的生活。但是摩西伊却选择为着上帝站出来，放弃真惹恼的生活。表面上看起来，伊是认同家己出身背景的这个责任，但是事实上，伊是顺服上帝，选择用荣耀上帝做伊的生活目标。后来摩西大汉，伊出去伊的同胞希伯来人遐，看到因伫做苦工。佮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拍希伯来人，摩西看到边仔拢无人，就拍死迄个埃及人，用线甲伊砍地。隔日摩西佮出去，看到2个希伯来人在相拍，伊对迄个无理的讲：你是安怎拍家己的同胞？迄个人讲：啥人派你来做领袖来审判我？你按算要甲我拍死，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是无？摩西行一条想讲，这个人，这个代志，人一定拢知咯。埃及王听到这个代志，要杀摩西。保罗非常清楚咧教导罗马教会基督徒，为着荣耀上帝来做。一世人的生活要来追求，互人得到利益。来荣耀上帝。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，上帝的丰盛智慧财物偌尔深沉伊的判断学得推测，伊的道路学得找着。什么人知主的心意？什么人会当替伊出主意？什么人捌互伊什么？伊就报答因，因为万物拢出伫伊，活靠伊，归伫伊，愿伊得到荣光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上帝旨意虽然学得了解，学得推测，困难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但是当咱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无干那摕着圣经话语来支持家己，就必定会当活出荣耀上帝的使命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阮的上帝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，称赞你的声透到伫天顶，对囡仔甲婴仔的喙唱出来。你起造要塞，封闭敌人，要消灭对敌，消除冤仇。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，你所安排的月亮、星辰人算什么？你遐尼关心；世间人算什么？你遐尼照顾。你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，你赏赐阳光尊贵做花冠家己。
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，你互伊有宽平支配一切。一切的羊甲牛，山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海洋的鱼类甲活物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的威严普及全地。恳求上帝帮助阮学习顺服，学习谦卑，学习思考上帝的旨意，愿意顺事拢用上帝做原则，处处细而行事。毋望会当一生来追求，为着荣耀主名来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